后来到病院生囝，现场竟然无医生甲护理师，遮尔啊惊险罕古的代志，发生伫台中某一间病院，拢伫要生咯，竟然无甲半个护理师甲医生。几分钟后，这个太太是靠着家己的力量，甲囡仔生落来。产妇的身尸是紧张甲大声喝休，这个护理师才赶紧入去产房。医生是伫囡仔出世将近1分钟，才踏入去病房做后续的处理。这病院是毋是有欠点呢？这个病院讲，拢按照定序来处理。囡仔出世啊，还未长在，伊的老母伫病院病床顶，家己甲生落来，做老爸伫边变成助产士，当时医护人员拢无伫咧，护理师甲医生拢是囡仔出世了后才踏入病房的。当时真正有够紧张。护士都不在，我比较担心小孩子的状况，因为通常不是生出来那个要赶快帮他吸那个他那个嘴巴还是鼻子里面的羊水，我怕说小孩子抱没有怎样。医护人员赶紧接手去处理，加在母仔囝拢平安。这个产妇想到当时的情形，伊讲来这里经8公分啊，要全开啊，护理师却是雄雄无看人，医生嘛无伫咧。伊住的病房是会使为待产带到生产的多功能病房，有设备，也毋过无医护人员伫边啊。这互真一人着惊，这重要时刻哪会无医生？太夸张了吧？正常的话，不是应该都会有医疗人员在陪同吗？有点危险的，对，个人的感想。医方解释讲，产妇是第3梯都开始开展速度较慢，后来加速，因讲是急产。在那个当下，我们有一位是去扣医师。那另外一位就是还有准备一些要生产的设备。医方强调讲，迄一天医生提早3点钟到值班室台面，当来诊发现已经开8公分的时，过程拢依照停序的准备，是讲伫咧准备的时，囡仔就已经生出来啊。